各位的兄弟姊妹平安。时间过得真紧，今仔日又搁再是主的日子，礼拜日是敬拜上帝、敬拜主的日子。今仔日咱还在借着这个电脑来三甲敬拜主，但愿上帝圣灵借着伊家己的话来帮助咱，伫这款非常的时期、无安定的时期，边困来侵入伫这个世界逐个角落的时期，人的心惶惶不安。加上这个思维游行真乱人的心无平安。咱特别为祈祷，特别是来为着迄伫病床的当中有发烧的、扫的、毋好的、年纪大的弟兄，咱为因祈祷，求上帝特别来怜悯。咱三合做一个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啊，多谢你甲阮同在，以马内利上帝甲阮同在，阮只有平安。阮特别需要你的同在甲平安，因为阮这个世界伫处伫无平安的时节，需要你圣灵来安慰阮每一个人，让阮心中对上帝的信心会增加，更较坚强，也互阮有这个平安的心。虽然世界真无平安，但是只要有圣灵来做安慰的工作，因为主耶稣甲阮讲，你要找保惠师，就是圣灵来点伫阮的心中做安慰的工作，来教导的工作。阮感谢你，恳求你借着今仔日神的话语来安慰阮，来刚强阮，互阮有信心，互阮有平安。阮感谢你，阮安尼祈祷，奉耶稣的名，阿门。主耶稣在临那日必要高声吹起号筒，那永远光明情怀华丽早晨。凡世上的旧的人必在那边一同相会，在那边点名我亦必在其中，在那边点名的时候，在那边点名的时候，在那边点名的时候，在那边点名我亦必在其中。凡信主而死的人都必在那早晨复活，那荣耀光辉灿烂何等快乐。蒙拣选得胜的人都在天空一同相会，在那边点名我亦必在其中，在那边点名的时候，在那边点名的时候，在那边点名的时候，在那边点名我亦必在其中。
一笔在其中。诸位兄弟姊妹，咱今仔早起要讲的信息题目是主的日子 ，The Day of the Lord， 记载伫路加福音第21章27節，也閣有其他的啟示錄1章3節，路加福音21章27節安尼講，迄個時。因要看見人子，就是耶穌，有能力，有大榮耀，加魂降臨，要加魂、祭魂降臨這個世界。另外一個所在呢，是啟示錄第1章3節，安尼講，念這個冊頂預言呢。甲懷聽見，又閣遵守其中所記載的，攏是有福的，因為日子近了，因為日子近了，凡係聽見這預言又閣遵守的，是有福氣，因為日子近了。凡係是有追求的屬靈的基督徒啊，每一幫因來看見這個世界頂面發生一個代志，特別是這個世界的混亂、黑暗、罪惡愈來愈嚴重、愈厲害的時節，也閣有看見一個大大小小的災難。一個接着一個，一個接着一項，安尼連連線會來，因心中會知影一項代志，因會安尼問，是毋是主耶穌第二擺閣再來的日子真近了呢？這就是我有追求的基督徒會觀察。這個世界所發生的代志，伊就會想到主耶穌第二擺閣再降臨這個世界的代志。關於主耶穌第二擺閣再降臨的時節有兩擺，耶穌降臨這個世界有兩擺。頭一擺呢，咱大家知影是。耶穌道成肉身，借着一個嬰孩的形象誕生佇以色列的伯利恆的這個鄉村呢，來以後大漢起來，佇這個世上活了33年，佇最後這3年伊出去傳福音，去教導人醫治。病人趕鬼到最後的時節掠去刑罰受審最後為着咱世間人的罪釘佇十字架頂，流出寶血，死了，埋葬了，第3日閣復活了，來做成。這個拯救世人的大功，叫凡係是相信主耶穌的人，咱的罪得到赦免，咱有接受相信耶穌佇咱的心內，伊永遠甲咱講，要予咱永遠的生命，毋能夠經歷到迄個最後的審判，落去到地獄的內面去，拯救咱的靈魂。伊也要赦免咱一切罪。當主耶穌佇世間的時節，伊講到伊說伊有第二擺要閣降臨佇這個世間。當耶穌第二擺閣降臨的時節是以一個王的身份，要來臨到這個世上，
那么这个在基督徒呢，就会披体到空中，甲主三度。那么这个世上呢，就有7年的大灾难。这7年的大灾难过后，就有这个千禧年国神的国度然后呢就新天新地。所以主耶稣第2次降临的时阵是也阁未发生呢。第一摆来的时阵已经发生了咯，也做成这个拯救的工作了咯。叫凡那是相信的人就得到上帝的拯救，得到永远的福气。但是这个第2次降临是也阁伫咧进行当中，进行当中。伫圣经内面有真多讲到这将来所要发生的代志。伫新约内面有差不多318摆有讲到主耶稣第2次降临的代志。所以当咱看出耶稣第2次降临伫这个世上是圣经真理一个真重要的部分，一个真重要的部分。但是圣经内面也会用几款的名词来代替说主耶稣要第2次降临的这个称呼有一个称呼，咱有时咧读圣经看在迄个日子那日子that day 另外一个讲法就是主的日子，就是 the day of the Lord 佮另外一个所在是末日the last days 就是最后的迄个日子末日的时阵。所以同咱看出伫这个主耶稣第2次降临伫这个世界是一定会发生的代志，必定会发生的代志，只是也阁未来。但是这个唔单单将主耶稣第2次降临，唔单单是对信徒真重要，而且是对全世界的人也是真重要。所以咱基督徒应该着知影这项代志，未信主的人也应该着知影这项代志，因为因若唔知影呢，无得到警醒因就无要信主无接受主耶稣，那将来所要临到因的是非常可怜的。伫启示录甲人讲，伊讲凡那是读到跩有言的，凡那是听见来遵守相信圣经内面所记载跩听见佮尊敬的人就有福气咯。为什么呢？因为日子近咯。日子近咯的意思就是离第2次耶稣要降临的时阵真近咯。近较偌近呢？圣经无互咱一个确切的日子，到底是几年、几月、伫什么日子、什么时间来？圣经无安尼讲。因此呢，咱每一个信徒就将这项代志刻伫咱的心内，咱就会知影咱就查考神的话语。若是咱的明白主耶稣的降临咱会得到福气，咱的信心会增加，咱就毋免惊吓这个世界所发生的所灾难临到的时阵可能咱伫这个灾难当中，但是咱毋免惊，因为这是圣经讲，这是暂时的会过渡时期。咱只要吞忍，咱只要仰望主，有信心来跟地主咱无阁经历到这个7年的大灾难所以圣经来勉励咱，着干那字呢？着敬虔的度日子，有一个圣洁的生活所以呢，圣经既然记载主耶稣第2次降临的代志是事实的，因此呢，这个耶稣降临这项代志，第2次降临的时阵，是一款的真理，是这个预言。既然是预言，一定会发生，一定会得到应验
所以咱必须得相信。咱也是知影，预言有两款，一款是已经发生的，第二款呢就是也阁未发生的，才要来临的，或者是伫发生的过程当中。咱读圣经的人，咱拢知影，有的代志已经应验了。譬如说，主耶稣甲门徒伫耶路撒冷的圣殿遐，耶稣手举咧这个圣殿，伊说迄个圣殿有一日要毁坏，无一块石头会跌伫这个石头顶面。当时门徒是袂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后来就来问耶稣，耶稣到底你所讲的这个圣殿要毁灭、要毁坏的代志第时要发生将来末世要降临的时阵有啥物预兆，阮通知影。所以耶稣就讲了一篇真长的道理但是咱知影，当耶稣咧讲这个圣殿要被毁坏的时阵，应验已经应验了。咱拢知影伫主后70年，就是耶稣离开世间后以后的70年还是降世以后的70年，罗马军队派来来攻破这个以色列，将这个圣殿给毁坏，给放火烧。哇！这火毒真厉害！圣殿内面有真侪这金器给扬个给氧化了，就液体就是流落去，石头碰伊个石头是真大块真高真大块，你去碰，军队知影，金就流落去石头碰，因就去压，所以压逐块甲压起来所以。无一块石头就跌伫石头顶面这项代志已经应验了。也阁有圣经有真侪旧约的代志也是应验了。亲像旧约的时阵巴比伦王忘记这个奇怪梦，袂记得咯，叫人甲因解释，无人会晓得。孤单但伊呢？伊是神所差遣，真有智慧。神甲伊讲安尼。伊说这个王是忘记一扇大仙人伊个头是金的，伊个胸甲手是银的，伊个腹肚一搭是铜的，落去是铁的，搁再落去骹咧是铁甲泥土土混合的。落尾有一块石头对天顶落落来，将这个大仙人甲你讲碎了就是杀破。那么这个到底是上帝要预言什么代志呢？落尾这个但以理就讲这个尼布甲尼撒王解释伊说后来对你开始是金的，后来也阁有几落个有银的、有铜的、有铁的、有铁甲泥土混合的，所以拢是一个朝代，一个朝代，一个帝国继续一个帝国安尼落去。结果呢，咱也是读历史的人就知影，这个世界的历史就是有一款的国家，巴比伦了后就是波斯国，波斯了后就是希腊希腊希腊了后就是有这个罗马罗马帝国安尼，罗马帝国了后就是罗马分做东西两边以后也个这个共产国家交这工业国家就混合做一个，就是铁甲泥的一个就是这代志也是一项有的已经应验了，个骹下这代志也是伫应验当中，也是讲互咱看出来这个末世时间这个人类的历史用这些大仙人来代表，也就是讲到现在已经到骹的部分，这个末世的时间愈来愈近了，愈来愈近了。
所以圣经伫新约内面无论是福音书或者是使徒行传，还是各款的这个书信保罗书信叫做门徒的书信呢，拢讲到在主第二次要降临这个世界主讲伊说像马太16章27节讲，伊说人子要伫伊的爸的荣耀内，甲整天使降临。迄个时，伊要照着各人伫地顶所行的，要报应因直到真侪摆讲到主耶稣降临，当耶稣要升天干12个复活了后要升天以前门徒自接做一个耶稣就是安尼升天，天使甲因讲伊说恁目睭咧看这个耶稣升天去，伊说加利利人天使安尼讲，说加利利人恁看见伊耶稣怎样往天顶去将来伊也是要怎样安尼落来加分起去，也要加分落来。有真侪圣经节拢互咱看出主耶稣第二次搁再来，说看迄个伊要加分降临，逐个人的目睭会看见伊，会看见伊。这个是肉眼有法能看到的，毋是猜想出来，是耶稣本身要降临所以伫这个新约圣经内面讲到主耶稣第二摆降临的时阵，有真侪记录有真侪记载。初期的教会信徒听到在圣徒在使徒咧讲道，因也是知影，因也是相信。所以当伊相信的时阵心内就有一个坚固的根基伫因的内面。所以伫罗马的时代门徒在罗马在军队逼迫掠去杀死，掠去去点火当做挑火烧的挑白咧挑咧活烧死，有诶间添去互杀食这个野兽食，因也是徛咧遐唱圣诗祈祷无惊，因知影迄个太身躯袂太灵魂的，因毋惊因。因为这苦难是暂时的，伊的心内听候主耶稣第二摆降临的时阵，要拯救因这苦难都是至渐至轻的，所以哥林多保罗伫4章17节怎样甲人讲呢？伊讲在至渐至轻的苦楚，为着要成就，为着要为咱成就迄个极重无比的荣耀，永远的荣耀伊讲咱是世间会拄着这灾难这病疫病毒战争地震水灾火烧各款的病的灾难，一项来的时阵，圣经讲这至渐至轻的。咱也是基督徒，伫无常的时代被杀害，但是因仍然勇敢无惊吓。为什么呢？因的信心，甲因讲主耶稣第二摆搁再来。但是到底主耶稣什么时间要来，什么日子要来，有讲无呢？圣经无讲，圣经无讲什么日什么年什么时间无讲圣经安尼讲，伊说迄个日子、迄个时辰，主要是主耶稣讲，主耶稣讲说，迄一个日子、迄一个时间无人知影，连天使也毋知影，连我人子耶稣也是毋知影，独我的爸知影，就是上帝爸神知影。所以圣经无甲咱讲到底
第时什么日子要来？既然是安尼，耶稣是怎样来啊？第时要来啊？啊，圣经讲啊，伊是突然来的，你想袂到的时阵，伊就临到了，啊，伊就临到了，啊，所以毋才叫咱着警醒，英文一句啊叫 imminent 意思就是凊彩时，有时可能是日死，有时可能是三更半暝，还是当咱伫咧犯罪的时阵，主耶稣忽然间来，咱毋知影，所以叫咱着警醒着好最好毋通乱来，因为咱若无做一个忠心的神的行儿，主耶稣降临的时阵，咱要怎样呢？搁再来呢？咱圣经叫咱咧听咧等耶稣来的时阵，咱得用什么款的态度，用什么款的心态呢？有几个名词来鼓励咱。当咱咧听候主搁再来的时阵圣经甲咱讲，咱得存着一个渴慕的心渴望的心渴望的心。渴慕的意思，渴就是真嘴大，真，因为咱伫极痛苦当中，伫苦难当中咱主较早来咧当咱伫非常痛苦的时阵，咱爱得到一个头棒主你敢毋较早来咧？有一个渴望，咱若嘴大的时阵，哎呀，什么才有可能互咱止嘴大？只有水因渴望主个再来。有另外一个名词叫做期待、expectation， 盼望、期待咧等耶稣第二次搁再来。还有另外这个 term 这个词就是认真。耶稣讲这个伊要搁再来是认真的，是真理的，所以信徒也是要认真的相信这项代志。圣经假使咱叫咱着警醒的祈祷叫咱着用一个圣洁的心，咱有一个敬虔的生活，叫咱着温群的来侍奉主叫咱做一个诚实无假犯的人来伫这个世间过日子。圣经甲咱讲，咱着预备好家己，备办心备办心，定伫神的面头前做一个神所听的行儿因为咱若伫无小心的时阵，行单路的时阵，做毋对代志的时阵，忽然间主降临的时阵，咱要怎样呢？还佫甲咱讲，咱着做伫这个世间要活的时阵，做一个有懂用的人做一件有懂用的代志，毋通花费个宝贵的生命。这是主耶稣圣经当中甲咱的鼓励那么主耶稣降临的时阵要显现一件什么代志下面几点伊降临的时阵要显现说，咱作为信主的人是毋是着遵守主的命令，无玷污世间的暗淡，互咱做一个无可指责的人这是圣经提摩太前书6章13到15节提到甲咱讲要显明怀忠心的仆人。过来呢，主耶稣过来时阵要来做王，咱也是要甲伊做王，就是这个第二次搁再降临的时阵，这项咱甲耶稣三合做王的代志要显明出来，也是时间到了。第三项呢，主耶稣降临也是咱信徒要复活的时阵。有一家基督徒已经过身了，但是主未降临，但是主耶稣若降临的时阵，第二次降临的时阵，搁再来的时阵，怀死的基督徒会先复活起来。那么咱跩也搁活咧，未经过死亡的人，拄好耶稣降临的时阵，咱毋能够经过死，但是咱这个身躯呢，会有一个荣耀的改变，亲像复活的主同款真荣耀的。咱会跩无好的身躯顶面的无好的
会改变过来耶稣降临是要收集要调集集中，怀分散的信徒伫圣经内面有真侪记载主耶稣降临的时阵，也是要拒绝怀来抵抗耶稣、抵抗神的真理、抵抗神的人进入天国。怀抵抗上帝的人，无法能进入天国伫这个主耶稣降临的时阵，也要显明出来。主第二次降临的时阵，也是上帝要赏赐忠心的仆人、忠心的神的行里的时阵亲像提摩太后书4章8節，甲咱讲鼓勵咱讲，這是保羅鼓勵這個提摩太安尼講，伊說對他以後有公義的冠冕要為我存留，就是要按照公義審判的主到了迄一日所要賞賜予我的，唔但要予我，也要予懷愛慕伊顯現的人。愛慕伊顯現，就是主耶穌第二次降臨的這個人，伊要將迄個冠冕用公義的冠冕要予咱，這是一個真大的賞賜。那麼真侪人問了，主耶穌第二擺閣再來，到底有啥物預兆咱要怎樣知影？上帝是袂騙人，上帝講的這個話伊講要降臨是實在會降臨。聖經講是上帝袂騙人，上帝若是會騙人，伊就毋是上帝咯。主耶穌若甲咱講安尼，若無實現呢，伊就是無信實咯。上帝就毋免信你，耶穌就毋免信你，因為耶穌所講的話無實現但是咱通放心，因為聖經安尼講，說神並毋是親像人，伊袂講無影話他不說謊God is not a man, human, that he should lie. 伊毋是這個講白賊的話，上帝講的話一定會實現。所以主耶穌降臨的時陣，伊會實現。那麼主耶穌降臨的時陣，有啥物代志？咱看到知影這個是這個預兆預兆的意思是啥物預兆是未發生隨看到這個兆頭。咱就一個人要身軀未大毋好以前，咱會看到一間啥物出現，一間無好的代志出現，是說咱要拄着病咯，是說要落大雨以前會看到天會有啥物現象烏雲密布，咱也是知影要落大雨咯。所以耶穌降臨到底有啥物預兆呢？就是聖殿會毀壞第二項呢，是真濟人要假冒耶穌的名。咱現在看到真濟假宗教在異端邪說逐擺講說我就是基督，哇就吸引了偌濟人來跟著伊。其實這人是帶人行毋着路，咱毋通跟著這過來聖經講說，恁就聽到拍箭甲拍箭的風聲咱哋佇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這個世界有一擺閣再一擺幾啦十擺的這個大細細的戰爭，拍箭甲拍箭的風聲抑閣有閣民攻拍民。什麼是民攻拍民呢？就是咱看每一個國家內面攏有咧動亂百姓人拍死家己的百姓人咧示威遊行警察拍死百姓，百姓拍死警察，拍死政府，是彼此民族民族甲民族的這個動亂咧相拍，真危險。聖經閣講，抑閣有啥物預兆呢？饑荒就是無通食糧食無夠額，閣再來地震對動無停的直直發生，死幾十人、幾十萬人，安尼愈下擺愈來愈接，愈來會愈嚴重
啊。过来是真侪信徒啊，互人杀害啊，殉道为主来殉道啊，也个讲到啊，教会内面啊彼此陷害，也无常的种个异端啊、假冒啊、正统的来彼此陷害啊，也个有假先知来迷惑人啊，也个有在不法的代志的增加啊，世间人会听心愈来愈冷淡了啊。不法的代志就是做歹代志，愈来愈做。因为现在吼，迄个十几岁的就发生甲人随便的发生性关系，吼，这个夫妻啊乱性，交别人乱性，也阁有在离婚的代志愈来愈严重，吼，也阁有讲到主耶稣要来以前啊，天国的福音要传遍真侪所在天下啊，要讲传啊，用 mass media 啊，用电视啊，用印刷术啊，印刷的遮物件广播传遍全世界。一个一项真重要的，就是圣经讲伊说，恁看无花果树伊的叶发嫩要生叶的时节啊，发嫩生叶的时节，说恁就知影主要降临的时间近咯。圣经若讲到这个无花果树啊，就是指以色列百姓啊，是发芽啊、发嫩生叶的时节，就是这丛树啊，要搁再大长起来。伊的意思就是以色列的复国啊，就是这项代志哦，已经伫1948年、1948年发生了，已经建立这个国家。伊也这个项代志，也就是简单讲说，主耶稣第二摆搁再来，时间也近了。圣经也搁讲，甲咱观察一些挪亚的日子怎样，咱现在的世间，主耶稣降临的这个世界，也是撒旦的哈，人所想的是满是罪恶，拢是歹的哦人继续假错做生理，但是罪恶愈来愈严重，上帝就是降临。上帝就是降大水、洪水来灭了迄个世界。咱这个时节看到现在世界情形，兼拿迄个时节送这款的罪恶的情形啊，证明说主的日子啊，愈来愈近咯。这个讲到瘟疫的代志，圣经讲到有真侪所在有瘟疫，这就是今仔日啊，今仔日。咱世界所发生的，全世界拢伫这个瘟疫啊的情形啊。圣经也有能力讲到困苦啊，一些日月啊，或星啊，要显出了异调啊，就是无要出现这个真无常的情形啊，地顶啊，邦国啊，国家地顶的国家地区要有困苦啊，一些海的波浪的响声，真侪人心内无定，惶惶不定。这代困苦哦困苦的意思哦，伫英文的圣经讲 complexity， 还是 anguish 的意思。是啥物啊？是进退两难啊！亲像波浪吼，起起落落，起起落落无安定，到底是要安尼还是安尼？哦，所以咱看最近全世界，特别是咱菲律宾还是同款啊！第时要 lockdown 咯，第时用做 open 咯，第时安尼念东西安尼念东，一礼拜安尼，一礼拜安尼，未决定，因为干呢？因若是 lockdown 的时阵就减少怀病人咯，
伊若是开，伊若是落档的时阵会影响经济，那伊若是开拓百姓出去做生意呢，会佫惊这个人数会佫增加咯。所以真侪政府艰苦决定啦，才亲像安尼啊，进退两难啊。就是这个意思。圣经讲说困苦就是进退两难的意思，亲像波浪安尼一间安尼，一间起，一间落，无安定，无平静，毋知影要怎样是好。这就是今仔日世界的情形啊。还佫一项，圣经第13章启示录13章，伊说到末世的时节啊，来个时节，人会手的甲头遐手背，要安装一个叫做 chips 叫做芯片咱拍手机有个芯片，有真细 micro chips， 就是真细的芯片，要甲你揢咧手咧，甲你压一空，然后就迄个细 chips 甲揢咧遐，还是揢伫头遐。现在已经有了。伫瑞典已经3500个百姓已经先有一款的实验而且已经咧进行了这个真细的 microchip 就是这个人个人每一个人的雷达，你生日，你的父母上你的 account number 是啥物？你有一项会去做生意银行的交接，也是着靠这个 chips 会将你的雷达、你的数据安装伫这个芯片内面若无这项代志，若无魔鬼的这个666的这个号码呢人袂用咧做生意咧人袂用咧叫人接生意咧，那艰苦咯，下摆艰苦咯就是托魔鬼控制咧。咱现在是愈来愈近这款的情形咯那是实现了呢现在会出现这个芯片安装伫咱的手背内面到头遐的意思就是说，主的日子愈来愈近了，主降临的时节愈来愈近了。所以主内兄弟姊妹，咱知影主耶稣第2摆降临是实在的，要降临这个世界是千真万确的代志。虽然咱唔知影什么日子什么时间，但是圣经鼓励咱，叫咱着预备咱的心，叫咱着过敬虔的生活，叫咱着有一个圣洁的生活。咱着好好伫神的面头前检讨家己来祈祷并且趁着抑个有今仔日上帝存留咱的生命，咱着好好为主来做工，服侍主，传福音，叫佫较侪人通来信靠主。咱盼望将来见主的面，咱的主会对咱讲，伊会讲说，你这个有个良善、有个忠心的仆人可以入来享受主人的快乐吧。意思就是说，互主称呼忠心个良善的仆人，咱有法人进到主的内面来享受迄个永远的福气甲快乐。愿上帝祝福咱每一个兄弟姊妹。来将这个项代志来向无信主的人来传讲，咱三合阿头祈祷。亲爱的主耶稣，阮感谢你，求你借着今仔日会在信息来坚固阮的心，互阮伫各款的灾难当中，阮无惊吓，因为圣灵会安慰阮，神的话来帮助阮、鼓励阮，阮就毋免惊。阮只有伫神的面头前虔诚的祈祷，过敬虔的生活，有一个圣洁的生活，当来伫世间来荣耀上帝的圣名。我安尼祈祷，奉靠耶稣的圣名求，阿门。